多谢民众德联邦仁长名人会春酒找超跑来助阵，要理性迎宾，引起社会各界关心。还括中山分局呢，迄一天在场强烈这个盘载画面已经公开啊，当时有真侪帮派成员无想要配合，拢讲无查身份证，认为讲警察无一定法度。抑过现场指挥官，也就是中山分局分局长，呛帮派分子讲要算我家人算，当场咧下令讲若无身份证的，一寡543的全部拢带登去派出所调查伊的身份，态度真强硬，就是无用阮乌帮才唱秋。来，不要走，身份没有查完。怎么穿黑色西装、歪斜嘴这群查甫人，看到警察伫咧门口调查，想要趁警察真无闲时，点点啊为后壁锁入去，尾嘛是叫警察走落来。拿没带就带回去，你以为没身份证你就可以在这里抱一抱就走吗？啊，我带你玩。红走落来，佫想要骂警察，分局长直接徛伫咧上前线。中分局的头等听着哦，没有身份证的，在那543的全部带走，带我去查。黑队无通唱手摇摆，门口嘛不准，黑白擦车。黑队食春酒，看到超级跑车随个娘啊，佮找加钱，警察就防这期天性才黑队，对不起警察专员启动专案扫黑。警察扫黑，掠到毒品分赃抢，佮改罪称，北投分局嘛来执行扫黑。德联邦市动春酒原本10号要办在咧中山区开40桌，不过警察大力扫黑，嘛会临时警告活动动起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